家长来了。耳孔边，第一，离开阮耳孔，莫来欺骗阮瞒。暂时有困难，毋是自爱的变换。世间精简，乃必然。人济误会会难免，何必搁听恶者分化挑拨添愁烦？第二，离开阮耳孔，莫来搬弄是非。暂时无顺利，毋是境有单变歹。说路途弯转是平常，人无体谅难免，何必搁听歹人谣言煽动情诱溜？离开阮耳孔，莫来讲人长短，暂时无明白，毋是关系有变化。有时失联真平常，人无了解难免，何必搁听戆人传话，扰乱家操心。第四，只有近阮耳孔，教我处世智慧。暂时有作动，毋是光明的变乌。心中交托主人敏，人事救甜煞开。单单爱听高人现人真言看法来提升。你话台南了就足粗啊！